你啥？不用，你生活你管不了呗，配合不了呗。我解决不了啊。那我也配合不了，那我也配合不了。你配合不了我。我咋配合？你什么态度？我怎么配合？我什么配合？我怎么配合？进屋，我怎么配合？我怎么配合？我现在这是贴不住，知道吗？为啥贴不住？告诉我哥，咱听耳朵啊！我不跟你吵吵，你也把嘴给我闭上，进屋去。你起来，你出去。我还没有人说吗？我咋的了？我咋地了？闭嘴，进屋。我怎么了？别吱声，闭嘴！别他妈吵吵了，闭嘴！我的生活垃圾，那怎么办？你们这是为老百姓服务，我也知道疫情期间，我也不想给你们找麻烦，但是就是一直吵，从合计到现在疫情期间，我们除了下楼做核酸，一直都没有责任。你们需要配合我，配合我。我可以配合你，我还是这话可以配合我们后但是现在是不是实现公务嘛？这个任务不是我们解决，不是我能解决的。你先听我说，我家有孩子，你可以接。你们是必须配合我。对，我必须配合，我可以配合你。社区没人管，这么多天了，粮油一直送不着，一直都不给送，超市哪个超市也不给送，不是谁管？问题跟社区。社区有人吗？你现在配合我执法，我配合你执法，谁配合我生活？来哥，我跟你说，你看啊，来，咱视频也在这儿，你看我家油就剩这些，米就剩这些，青菜剩几根茄子和几根豆角，你告诉我，这14天我怎么过？谁来给我负责？